校長、各位主任、各位老師、各位家長，早晨啊！咁我係 NCB 班上午班麥天貝嘅家長，咁我係佢爸爸。咁我今日咧同大家一齊去分享下我日常嘅工作。咁我而家咧就喺政府認可嘅體育總會裏邊咧，就擔任一個叫做教育及發展委員會嘅主席。咁我係負責制定編排咧就係幼兒運動教練嘅課程嘅。除此之外咧，每年咧我就會協助康文署啦去策劃一個大型嘅體育節嘅活動，就叫做親子運動市集。咁大約每年有2100個家庭去參與。而我日頭嘅工作咧，其實我係一個老師嚟嘅，咁我就喺大專院校裏邊咧，同一啲年青人去分享一啲做運動嘅資訊啊，甚至係做一啲健身嘅動作。而我過往嗰15年嘅經驗咧，其實我係同幼稚園息息相關。我係協助幼稚園咧去策劃一啲大型嘅親子活動啊、旅行日啊，甚至係遊戲日等等。而我哋又要為呢個活動裏邊咧去搜尋一啲唔同嘅 souvenir 啊，甚至係獎牌啦。咁最後我希望我呢15年裏邊嘅經驗咧，可以同學校或者同各位老師，甚至係家長一齊去分享。咁希望可以揾一啲最適合我哋學校嘅活動去俾我哋嘅小朋友。感激遇見。